他是舞台上倾国倾城的京剧男旦，他是鸳鸯蝴蝶派的经典爱情小说，一段苦情笑含泪，一代红伶成绝唱。6月6日起，弹词名家徐慧欣、周红为您演绎评弹版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秋海棠》。翻开一段尘封的记忆，讲述一个凄美的故事。各位书迷朋友，大家好！从现在开始起呢，你所在电视上也为大家播放一部长篇台词《吹海棠》。那么，这个故事呢，是由新鸳鸯蝴蝶派的著名作家邢守安先生根据民国年间发生的真实故事编写的，是陆续下来班子浪向连载至10几更的新书引起之轰动。后来呢，改编为多种集中电影、电视剧辣全国上演，深得观众朋友的喜爱。当时辰光，台视网友范世军正是因为弹唱这一部《吹海棠》红极一时，成为之伊个代表作。那么《吹海棠》传唱多年之，名叫相当穷多。今朝呢，是请来自上海评弹团的著名评弹演员徐慧欣、戴振勇来为你弹唱一部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的评弹版。那么，你到两家头是哪哈来演绎一部《吹海棠》的呢？先听听第一位女仆云天。该得一个天不到两分冰。观众朋友们好，今朝呢，我和追红两家头非常荣幸，受到了苏州电视台的邀请，来为大家说一部长篇台词，叫《吹海棠》。其实呢是，你两家头是回娘家，哪说呢？《吹海棠》本来是一部长篇小说，鸳鸯蝴蝶派邢守安先生的力作。所以说过去辰光出一本书啊，这真的是最市场。然后呢，你先是报纸浪向连载，辣上海一张报纸叫《申报》上头连载。发现到搿个一篇小说登上去，《申报》搿个发行量啊，每一天哗窜上去，真是一百难求。那么等到后来，那么就出书了。搿本书大家侪欢喜看，一倍而再倍。故而大家就把你现在说起来就定位了，称赞搿一本书是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第一不容易。那么后来呢，搿个各种是戏曲家、各种文艺家，哎呀，侪看中，在画家了、电影了，各种戏曲，侪争相改编《吹海棠》。评弹界不敢落后，有2位先生被拿起来改编《吹海棠》。一位先生，伊叫陆台安，是一个文人。你改编成功搿一本本子呢，拨了一位先生叫范守军先生说。原来搿位先生就是大家晓得，成为了台视王源。但是范守军先生呢，等到解放初期的辰光，伊到香港去了。唯一位先生改个呢，是姓三王王，叫王洪生先生。王洪生先生据说是老大学生，好学问。结果改制搿一本物事，甚至没机会日脚呢，英年早逝，非常可惜。但是你传下去呢，传拨了自家个兄弟叫王士生。王士生先生，你设置一生一世的吹海棠。等到你退休之后，复述出来，搿本书一时头浪到没人再理个版，后来呢是我去努力买得来。那么搿个一年呢，我记得清清爽爽，是1988年
所以屈指算来到今朝一年啊，我说搿一本书啊，也说了28年，叫实事也，还是动了不少脑筋。那么搿一次呢，是受到了电视台的邀请，所以呢，其实是为娘家，才是说给了苏州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听。所以这样给一个机会，你要感谢邢山先生，因为各位先生是不辣浪，但是要写。感谢王洪生先生，感谢王世生先生，也谢谢李东。我搿本书啊，传拨了你。我也感谢发发少少的老师朋友，连到了让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最后的演艺生涯当中啊，是给予你极大的帮助。更要感谢，不单单是这个电视机门前的市场里向许多观众朋友们，几乎年数来老师搿本书啊，给予你个指点，给予你个捧场，非常之感谢苏州搿个一座非常非常美好的城市。那么搿一本书呢，听众们先要打招呼，搿本书是一部悲剧，上接上悲剧。陆星先生讲，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当着你的面撕给你看，搿就叫悲剧。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从现在开始，我开始4个字。崔海棠呢是一个小囡，伊本姓胡，没名字，旁第三，那所以叫胡三。小囡是宜福市安徽人，13岁年份浪向华湖翻来，结果大难路浪向难受，搿个日脚是生不如死。再有碰着一个西北子，伊个娘算拿自家唯一的搿一个儿子卖拨了西北子。娘是一个农村的妇女，你没啥想法，你真是想我卖拨子你多呢，你多让我儿子总归3顿翻我肚皮，就是这样一个愿望。或许搿个小囡是苦出身你吃得几个，又或许搿个小囡是有一份天才，真的奇怪。6年之后，居然把那个小囡辣辣剧台浪向，也就是金家街里向唱出3个字，叫崔海棠。我搿个诗，那是从崔海棠23年份浪开始。民国3年，公元那是1914年。搿个辰光，崔海棠已经自立门户，已经离开了你原来的班子，自家组成一个班子，有名气，小有名气，十分讨人欢喜。今朝是啥个日节呢？今朝是12月8号。假使日本来去翻一翻搿一年的日本啊，搿一日天是一个节气，上头是大雪，不是外头大雪纷飞，是节气大雪。崔海棠到天津，伊辣辣天津汇生园大舞台奋不登场，伊辣唱戏。天津搿一次第3次，前2次，哎呀，轰动天津，一票难求，万人空巷。但是搿一趟生意，说不定搿一趟生意不成生意。为啥呢？是一个老商突然重伤风，说出金家街里向说了有这样一句闲话：你成名那是一定要辣辣北京，才同的辣辣上海，但是你要寻听众。你还说错的，哪叫听众？应该叫观众哦。过去辰光不叫看戏，叫啥？叫听戏。真正老剧的搿2个听戏的朋友，你还晓得叫啥？叫听主儿。所以说，你坐辣门前，头发抬起来，头低到子，
假使搿种朋友对判对起来，那总会把灵光接过来，叫听主味儿。这天津话听主味儿特别的多，那像老上摊位，所以这一档生意啊，当时叫每况愈下，接得不得了个力啊！现在夜里向3、4半了，啥个辰光夜里向已经11点多，天津饭店，该到楼浪向上去，2层楼第一间，你全称是201房间。假使你现在来了门口头，你来了门口头来听房间里向讲闲话声音，你肯定听了发声音。我早就对你们讲了，姓马的玩意不行，你们偏是不听。都1个星期了吧？啊，去过彩吗？一声彩都没有。他妈的，倒了8辈子的霉人。房间里一塌糊涂3个人，一个吹海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活龙3杯香的沈南杯，再有一个呢吹海棠的经纪人叫小四。那该个上面叫我该讲，吹海棠对沈南一言不发。那么经纪人的责任做啊，哎呦，来别啊，别管好，别管好，你就嘛，你家这个呀，你还这个你还觉得不得了了，我跟你讲，你也晓得了。那你后来呗，这个地板已经拍到上海了，还听王先生王来呗。好啊，王老板好啊。是海个呀，我不可能呀。为啥？那么白人呢，总归大不弄了。那你吴老板，你不能少拿几个吗？不是多了3个事体，我还有其他个事体。17个辰光，但是一个人嘡让过来，这个人身浪向没等出黑个斗胆，面孔浪向老大阿胡子。大概追吃得多啊！只要你摆个火，一人追起，大概他门跟谁？啦，搿手门贴开门，开出去那个声音，随时高里顶狠，大呼小叫，谁呀？可是那么子4桥龙要乌阳我当开食堂里进来个人，对面条喉咙比你还响，啥娘？被一口不离哒哒，被一口不离哒哒。不晓得搿个沈大母子啊，天津地界浪向大流氓啊！过去侬开到西关，流氓居多。搿个流氓发三，看人从来不正面看的，眼睛讲啥个？眼睛一眨看就看见了，看见。进来个人，短身材，身浪向搿种行头，开出的看来搿种样子，是吧？搿种声音，你就听得出，不是龙他，定是背锅。那么阿呀打理活龙香，打理白面孔的时候，沈老板最后一想，搿种人，你打搿种人白面孔，你身高你才低脱，是吧？那么哪呢？看见这场分看见，听见这场分听见。我说吴老板呐，你这个人不讲矫情啊！唱啥子戏？哎呦，什么戏能唱，什么戏不能唱嘞？别老娘们，你别这样讲，是了，你靠这个闲话，那么这个两相子，你聊你懂的。你随便稍些家里唱啥个博士洞了，3打8块钱，你懂关？那你就要看，不是我那个教育，看这个生意啊，这个讲生意经了嘛。不是这样讲，那么随手里答应了哈，我吃那钱人答应，我可有谁要晓得是。赵师啊，我跟你说啊，那这个说话别把这种公子哥带出来吓人，好吧？啊，不是这个事情谁要晓得？三爷不就是小小的营长啊？啊，怎么样？唱啥子戏得他管？不是我是我背后说人。既然他喜欢秋海棠，喜欢养小蛋的话，为什么不把他养到自己的公馆里去啊？你谈什么话？出来为这个帮有啥个路道情啊？那我已经努力应够了，让边浪向为了上我枪啊！老不老子？你是谁呀？啊？你说老子啊？姓沈的，你给我听着！老子我赵玉坤，怎么了？人是你请来的，生意好不好就看你自个儿的运气。
让，哼，有屁用！沈老板一听，这个朋友无川常有坤，也晓得，哪会都不晓得，无川。那么个沈老板实力派，从边浪向啊，吹过啊，你关了边浪向，晓是晓得，没必要认得。哦，搿两天老生开会，我耳朵都听见了。这个吴川买马桶锭，称新了马桶锭，我不想搭理新项目。但是上面头浪向，现在说起来中国人顶顶要面子，那活龙上讲想嘛，那么哪能逼得我这个早当的上子我是？当然了，生意好坏，当然看运气。可是唱党的林子顿还在江湖上混啥？我这人说话喜欢把话给说白了，人家相公还巴不得有人喜欢来。他妈放屁，唱一听你说，分帮呗，沈老板分帮呗，金，我操了话撩起来一记你光啪！吴三个玩意儿，吴三个水家起火花，水浪向一点功夫。个沈老板嘛，各个地方的肉嘛是大着点，各个地方举出这块肉，将耳光啪上去哦，乖乖个房间里向三个有回音是讲啪啪啪有回音。沈老板那行两杯面孔羞羞红，靠一米面孔两杯面孔羞红，难为情。啥体？我搿种身价，让天经地义浪，只有我靠不人家耳光的份。今朝要西瓜子，把那个西子啪一记，太对哦！你是不晓得我啥个出身，你不晓得啊？我沈大母子，我不就是当相当的出身，怪不得搿两年听我觉着个拳头呢养得了，越来越响当当的子。那么那哈来不打招呼，我也用不着打招呼。沈老板砰拳头拎起来，阿晓得你个拳头晃拎起来，伤得我拳头啊！王正少女坤面门上讲，少女坤这一声来，噗，往正好的一贴门，先生呢，有种的，外面来！别家伙从别家伙呢，推在一起那个人打得啥样远呢？啊是吧？沈老板往立起来，晓得。今天老子不来，不是人来，往立起来，手牢牢那分过上，这个人往立起来，顿时之间，这个房间三个小他一步，这个人上月马路一嘛，汪忙正好的让扑出来，这个手是真心这样，女人啊，那不也是这？我的来讲，我晓得你心里想挂好，身高里分人不是害我，根本现在人我那要去求的呀！你要困个脾气啊，偷他妈这么的男子吃人性命讲，去求呀，起来呀！哎，起来呀！阿秋，还是不晓得吹黑洞声音，不去。我沈老板刚刚里讲啥个闲话，还是也引起这样一场纠纷。沈老板说：“人家相公还巴不得有人喜欢呢。”其实你吹海呢，你是相公俩晓得。我听中像相公这个两个字蛮好，相公这个两个字就是对一个有身份的、值得尊敬的男人的称呼。相公，传统思想顶多了相公。其实都是不晓得，中国人的史啊，搿里向话题已经蛮推个，意思啊，又是不会许多，随着搿个时代的不同啊。有个意思会得淹没脱，有个意思照样会重新翻起来。相公呢，也晓得辣辣汉朝辰光啥个意思？你是南极的别称。但是蛮奇怪，汉朝辰光哪会得搿一个意思会得到今朝已经导致民国搿个初年的辰光，哪还是带有搿种意思？搿是一段历史。清朝上来几个皇帝，有清头的，啪当进中原，
文件岁下来者，现在说起来文件岁下来者，八旗之地，王公贵族，不得出入于行旅出国。搿个地方勿好去，假使搿个地方去，一个军队，一个国家，马上就腐败。那么南北呢？表昌所记是搿个辰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的一部分。搿个地方不去也蛮难过。上有政策，送来是下有对策，有人想出来，妓院里向不能去啊。搿么你哪呢？你就下令，下南山是反曲王，甲乙丙丁的甲令是西子，不想西子。搿西子双对寻不穿，你哪不想？其实是专门不想男的背成过女的搿一种西子。现在说起来，就是不想对过。所以让搿个一个辰光，慢慢就是形成过一种风气。搿种对过啊，辣浪台浪向围分下来，其实下头王公贵族，有身份的人已经拿来包脱了，供不应求，称之为红香宫。假使没人欢喜呢，没人要白相那个说话，那搿个就叫黑香宫。辣浪搿个辰光，现在说起来，马路浪向有石岗一进，双双对对，是男的搭男的，谁踩谁。这到今朝一年来看不见搿个一进，搿个辰光是石岗样子一进，叫下令下令。所以，你真正要保持自家搿种比较纯洁的，自家尊严的搿种气质。尤其是对过，其实当初辰光还是蛮少的。崔海棠集中之言，是你听不得搿一种闲话，身上气势气得不得了。你居然就因为生意摊位，你骂我是相公，边浪向这种搬上来打。所以过些辰光崔海棠情愿，我讲下来，我天津发来，我情愿。我让师兄教训，那么师兄你打得惯，你打10个人都身配的人，你打得惯，可是别人才不晓得。这个私底里晓得，你个师兄本事大大难一年，今朝非要说你一个孙老板，你10个孙老板来不是你个对手。我说，你去呀？是个去劝劝娘，我等你讲，我吃啥子药？其实别劝，别劝。方才二哥他不是喝醉酒了吗？吃这次那么高，你谁还能劝得住？哎呀，这个时候你让我这个口里不晓得闲话分头，因为外头声音已经来着，只听见啊，另外一声声音，叮！不要说的话，一个人本事摊位，别家从楼浪向啪啷当下去个子，啥人家搿辰光崔海棠话立起来，妖精奔到门口头，对跟你夫妻跟随一看嘛，师兄来了浪。丢下去的是老板，别过一些辰光，你马上想着老板下去也不是桩事体，所以妖精扑过来，湖水缸一打在下头一看嘛，老板对了下头搿种那个样子怕人啊！一声声音喊上来着，不好嘞，下面死人嘞！崔海棠高兴辰光还听见死人2个字，哎呦，怎么回事？哪行桩事体啊？哪桩事体？搿个老板棒奔出来的辰光，随看见少女坤立辣扶梯跟随，想搿么蛮好。相信我上来，我用不着动手，我撩起来一脚，我今次搿一脚上去，不叫你搿叫明穿脱，我也叫你无伤口饭你吃不下去。所以帮上来撩起个脚乖乖个脚10个我，啪你一脚上来。三牛坤轻松的是3个，7个在水啪伸出来了，马这里加个满门个的，他到来轻咚咚。武器，哎呦，搿是晓得不灵光，搿是武器没通关，自家补上来，还是叫哈给毛着我的整，最后就冰。崔海棠你的面孔嘎了是吧？怎么回事？师兄怎么回事？怎么会打成这样呢？我不脾气，好吵吵着，一人做事一人当。师弟，别急，不必逾矩，不必慌。体态大事我无神能当，顶都是君上上口无样头，这样好啊，正好吃进
胸中有余光。师弟，铁镜虽是废话的，是儿子为了正义也把对岸。我晓得天津是山东的地方，但是别忘记你是人啊，西周的人啊，谁搞中府着？我说师弟，你们心路上神都方，却上那铁血男儿立于岗，狗儿是总是非闹于三摇头去把眉杨送进去，把那儿女心上羞捧。乖，师弟记住了，以后全靠你自己。我走了，把这事呢，等一下，啪，带那天花样拿去。如期呢？啥么事情？当片。哎呀，等你讲，刚刚嘴边从部长来在，身边不方便。侬那已经上山当特在，那不能想去说个，那是万说在那自个去说吧啊！不是当片现在是啥个事情？我说师兄，你准备到哪儿去？哼，投案自首，警察局。咋也不努力走了？放手！你不能走。为什么？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怎么不能去？你不能去，你到那边去，你要去也应该是我去啊！你怎么？我是一班之主，当然应该是我去呢。哎呀，我的傻师弟！崔开东随大一送，我说你给我走，哪去？你给我走，天涯海角，你给我赶快逃走。你说的是个带走啊，带到路的去。如何的？你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咱这班子不都靠你吗？又不靠我。这什么话呢？师弟，别这样，没事儿。你师兄我来去就一个人嘛。师弟，我与你虽非同伴，情绪数儿子与那一目送神一不言，送进去再也不能把你帮。师弟，以往啊，随便出啥个事体，总归拿搿个不用的师兄当你趟了门前。那从今以后我不能当你趟子，那只有看你自家做。一句话记了，等待我追子之后，等待我带着搿个地方将来不能够吃饭子。这个你哪可以不吃饭？怎么不吃饭？带搿地方没偏来偏去吧，用不着吃饭子哇。啊这个啊，那么你等待清明节来看看我，看我个辰光嘛，搿种青豆子饭倒得了，哎呦，我糯米是不吃的呀。饭袋子搿面还有郎中先生头上得来只太少一个，一样么事，当我倒得来，在我花。跟随杀斗看走了，啪，忙这么的，谁开动妖精七水去扎你个人？打扎的时候。师兄不追着，但是师兄的人不看见，虽然眼睛门，师兄背影哗浪晃，搿种才是好朋友啊！搿种啥个朋友？搿种朋友叫分金之交啊！啥的？师兄你哪会得不晓得？可我心王家的一追头，搿条性命就保下来着。
你可以天涯海角走，但是你心有似段路嘛？为啥就为这个一副杯子？好不容易一个杯子，但是师兄啊师兄，你也晓得你搿个一嘴，搿条命。崔海棠，过些辰光搿个人肥肥叫辣浪端着，边浪向哇围上来，东吴大里围上来。辣浪劝，辣浪安慰，讲几话闲话，奇怪了，崔海棠居然充耳不闻。伊自家不晓得，哪会得进去，哪会得坐下来，伊侪不晓得个子。其实崔海棠现在23岁，突然之间，2条人性命往这里肩杠浪向摆回上来，你家里哪能担当得起？也只有趁搿个一个空的辰光，我才能得崔海棠开一个心。崔海棠中等身材，人不胖，还是应该说起来是水晶晶的这样一个人，山龙面孔，皮肤雪白，搿个五官端正，拆开来，扎扎灵尖灵光，拼拢来漂亮英俊。我是分看见些个，据说有2个老老听众，也欢喜听书，也欢喜看京戏的，搿2个听众你看见些个。所以有走听我崔海棠里激动得不得了，你拖了我背啊，当我讲2句闲话，说乃是不晓得崔海棠搿辰光台浪向是几花嫩个风采，几花嫩个漂亮，你不晓得搿是1句。第2句闲话，哎呀，是看乃徐渭新说书嘛，看上去乃就像崔海棠，崔海棠就像乃徐渭新哇！我有个2个老先生了，寻过开心。崔海棠身浪向灰布包子，北方人叫大褂儿，白马有看黑布鞋子，望上去搿个人非常清淡。过些辰光，夜头眉间已经是12点钟，眼瞪瞪眼瞪瞪，崔海棠围着眼瞪瞪坐好了，搿个窗分关，外头一阵风哗进来嘛，是这个崔海棠个人会得一愣呀，发觉了，要想去关窗，奇怪了，伊觉着手心里向有样物事，啊是啥个物事叫？啪推开来一看，当片，奇怪，假使看见当片，崔海棠三哥看见自家个师兄，三个师兄谁三个来让自家个门前一样。瑟瑟清风起勾带，相思兄他今已要熬鸡，师兄啊，这牢狱之中冰清棍，我要你马生死地太亲恩妹，我哪会得这样粗心？该牢里几花郎，师兄临走的辰光，我就应该带你披上我嘴，我哪会得分享着师兄啊？这牢狱深深，需要多少啊？古语今何从口中来？师兄啊，牢狱佛光
羡慕了你，死地被你做上衣，放在你做夫，你要我把那儿女心让心抛去。我问你赴汤蹈火为哪般？我记下你心声与我，情生死。随你放为了我若见一日个血腥害你落王袖，我也要赋予。师兄，你放心，我哪怕我用光我所有的土地，我也想办法让你师兄取出来。虽是我取不出来。师兄，到这个辰光，你师弟兄两个人谁踩谁，你谁踩谁一大嘴。什么呢？你会怎么唱戏？你以为我欢喜唱戏？你以为我唱出3个字？你以为我欢喜唱戏？师兄，声声口语都。这世道太艰难，我在女是母爱，你不知是哪家孩，我家戏真掉泪，你最在家开各位也在你中，我们你中谁？你中谁？师兄，你让我说啥？啥生儿被死着？不是，你哪晓得你死呢？师兄，你别走啊！你告诉我他怎么会死的？师兄，你别。黄昏之际，雄曲内也心事已两泪，谁？这种呼吸的话，只听见门响，崔黑当头砰拔过来一口，到底是啥人？问责其中。